家己县是全台湾高龄程度上介悬的县市，正需要少年人投入中介的工课。县政府即阵特别甲社区合作，替回乡的少年人举办一个中教工作坊。头一摆用媒合的方式，希望少年人会当投入社区的中教。长照机构甲社区当咧对少年朋友做面试，要互因入来社区做长照的工课。家己县政府为着要替倒来故乡的少年人找头路，甲社区合作举办课程，培养长照经验人才入来农村。那这个课程就是还蛮多元化的，那也可以跟长辈一起做互动。然后，因为我们主办的这个单位就是内容的设计、师资上面都非常的丰富啊，也很专业。合作的社区透过13天的课程、工作坊甲长照中心的访视，互20万名有兴趣或者是大学长照相关科系的学生来参加。最后嘛，成功媒合5位学员入去社区来服务。然后今年6月会毕业，然后就刚好很有幸能够参加这个活动，然后他们有很好的培训、很好的资源，我在这边收获很多。那因为其实这次上课程它实务性比较重，我们也是希望说透过这样的计划，让更多的社区他愿意举手说，我需要年轻人来帮我的农村、帮我的社区做更多的事情。社区协会表示，家己县是高龄的城市，头摆用媒合的方式找少年人加入社区，希望社区找到需要的人才，嘛互转来故乡的少年人找到发挥的舞台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